好，一齊嚟睇下呢一個 verb table 啦，動詞表。第一欄咧就係個動詞嘅原形，咁唔係 circle 個原形喎，係個動詞原本形態，譬如個高字啦。咁第二行咧就係動詞嘅 past tense 過去式，咁高字嘅過去式 past tense 就係 went 啦。咁第三行咧就係動詞嘅 past participle，past participle 咧即係過去分詞。過去分詞咧係用喺現在完成式同埋過去完成式嗰度嘅，佢個名叫過去分詞。咁高嘅過去分詞咧就係 gone 啦 ，Gone。好，一般動詞咧嘅過去式同埋過去分詞咧就咁加 ed 就得噶啦。但係有一啲咧係例外嚟嘅喎，佢嘅串法會唔同晒，或者完全不變嘅喎。呢啲咧叫做不規則動詞。如果記咗啲不規則動詞咧，以後用起上嚟就方便好多。